收看台视闽南语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，伊像百花安慰阮，粉红的嘴唇，彼蕊新出真正水，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亮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妈，三批的啦，啊天气吼愈来愈寒，唔通干，你要来底坐啊？人讲查甫人，陪娶某以前就敢若囡仔，某若娶了，毋才成大人。要毋过啊，一个某娶啦，还阁是安尼袂定性，少年人举我来做走，走出去吼，伊敢知阮咧逐个替你烦恼。你别烦恼啦，伊袂有代志，无听着吼，伊出去行行咧尔，啊连你就转来啊啦。这拢都爱怪我甲阿叔，若毋是我甲阿叔咧，安尼逼着伊嘛袂走出去。我感觉爱安尼是，春秀，你嘛是做人老母的人，假使讲你的后生若这么啊软弱，你拢要生气。喂，阿基有伫无？啊，阿基啊？啊啥？搬走啊？喂，搬走啊？走！我来叫啊！我来教，我怎么？来金啊！哦，是啊，这里。喂，阿三啊，啊有来真的消息无？拢找无哦。那安尼你若找着有消息吼，爱较紧来甲阮讲呢。阿三啊！阿三啊！啊，我起来啊啦！哦，哦，哦，我袂起床哦。来一下。无转去啊。哦，哎呦，好啊，所谓当跋筊的所在啊，我拢问过啊啦，啊因拢讲找无伊啦，啊即摆哦连交警拢无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去倒位找啊。你是走去倒啦？啊，毋知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头家啊，
今仔吼无要做生理啦。哦，那呢不要紧，换我来甲你讲一条生理。哎，呀！小舅啊，嫂啊，原来你是伊的嫂啊！进前你佫讲无熟悉，头家啊，你不但真够做生意，啊嘛真够搬戏哦。袂煞人咧，你即马马上把他叫出来哦！丽雪人也无伫咧遮啦。哎，又甲悄悄咧，是。恁较有礼貌哦。啊，啥啦？哎，大，人无伫遮。来前讲未算人伫遮，啊人咧？煞顶个看我到录音来，行到厝的拢唔敢转啊，伊毋是讲要顶后头厝米，伊有讲要敲电话互你啊。嫂啊，嫂也无转来吧？无啊，伊就讲要去后头厝啊。转去即马吼，一点仔消息就拢无，连一通电话都拢无啊。你搁咧搬戏啊？看你打拍了就够忝啊，才有可能他搬去啊！你莫搁拍啊！我报警察哦。报警？好啊，叫警察来处理嘛好啦。我打电话哦。好，你讲。咱报警啊！嫂啊，袂使报警啦。恁若报警，先有代志，是我甲煞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若报警，你甲丽雪哪有代志？啊对。就使你唔紧讲。我嘛袂晓讲。我看啊，你无了解阮两个之间的恩怨，那呢，我来讲互你。看吼，看变怎啦？唔通咱咧起骹动手啦，拜托者啦，拜托者。嘿啦，有代志哦，大家好好参详嘛吼，坐啦，讲啦吼，对啦，讲。要解决嘛真简单啦。我够大啊，是要安怎解决恁啊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该送到警察局，我要告伊早起甲切刀；另外一条咧，另外一条是照阮佚佗人的规矩，叫伊家己压一个空，家己跳落。尼就是外大啊！陆先生啊，阮大家吼拢真有心意要解决这件代志啦，你就手势也较悬呢。免讲啦，我等你3天，将丽莎带来见我。若无，我就照我家己意思做咯。哎，行，走。我讲大。饮水的红，都是你啦！啊，一日再去乌大人抓去，都是你害的啦！妈，丽雪已经有够烦恼啊，你莫搁讲伊啊啦。这代志你免甲我讲。我惊阿母会看袂起我。我毋是讲无讲情理的人，你客气讲讲，我敢袂当真你心。迄拢是我的命。我自细汉去用苦读大汉，一直到拄到来市。有囡仔迄段时间，
是我一世人上幸福的时阵。即摆囡仔无去啊，我袂当阁失去来静啊。嫂啊，静啊去用阿去水果店，伊甲我讲啥？来静意思是，伊是叫你避起来啦，一切代志吼，爱是人要担啦。伊要打，伊要上啥打？人是要找阿雪人嘞？伊若无出面，代志要哪会解决啊？阿雪啊，代志是你抓出来哦，你可用坐车放点点，你是毋管人一个生死心？阿雪啊，紧的啦，去打电话啦，看台偌济钱才会当解决。我嘛会当讲叫你去赚钱。阿母，我毋是惊死，嘛毋是毋敢去见我狗女啊。自较早我就有想过，等我囡仔生来了后，我就要转去伊的身躯边，目的就是要保护来静啊，我互来静啊受到伤害啊。即马来静去互伊掠去，拄则我会丢讲要去无，是因为我要想一个较好的方法，会当保护来静，嘛袂连累到厝内啊。害阿母了钱，我的良心嘛袂安啊。钱哦无要紧啊，看免啊，我就来想办法啦。哎呦！我看哦，这件代志哦，可能用钱嘛是无法度解决的。是啊，看对方的办事吼，毋若想起钱的代志呢，伊搁气袂算吼离开伊啊。钱若袂当解决，那呢？只有我人去换来静转来。袂用的啦，小姐无爱要互你去吼，就是惊讲乌狗女的对你不利啊。我袂当放来静一人在遐啊。你哦，你安尼做就是养你土口啦，会叫家事啊，伤危险啦。来静为着我，连命拢袂，就算讲我为伊死，嘛是应该的。你总算出现了哈！人先放菜啊，哥哥。静啊，算了，算了，母啊，你安怎无？算了，嫂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毋管哪你袂使选出面。静啊，你莫怪阿嫂啦，你的苦心阿嫂有甲我讲，我嘛了解。问题是，我乃忍心放你一个人在遐受苦，你甲我有甲无命，我嘛会当为你死啊！要死，要死嘛是害我死啊！我袂当让你受任何伤害。算了，我是你的翁，我本来就来保护你啊。你若想要安怎，恁找我就好啊，莫阁为难煞啦。杜先生，这一个是我后生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手势牙关，你代志有代了，请你莫甲伊计较好。母啊，莫甲伊讲遮济啦，无好啦。你这个后生佫真巧哦，知影我无可能，安尼凊彩就放伊煞。我讲，代志是我抓出来，你要算下找我，莫空老房，你互因走，代志我来你解决。袂用的啦，算啦，我袂当帮你家己人在遮啦。陆先生，无你讲一个条件啦，啊吼，看我要安怎做啦？对啦，阮家哦，宜解不宜结啦，吼。通知哦，阮200万害你啦，啊，丽雪带你回一个失礼啦，吼，代志就安尼煞煞去啦，我讲的准算哈。哪有遮简单？讲安尼就放伊煞？我失去的物件，我一定要摕倒转来。你的意思是，要让煞倒转去你身躯边啊？这个臭贱的查某，伊若搁倒转来假求假跪，我嘛无爱啦。无你是要安怎呢啦？你讲啊，你讲啊。要安怎？啊？要安怎？你，准我无讲吼。今仔日我要伫丽雪面前刻一个王字。你创啥？啊？对面对岸啊，找我无要紧，莫甲武力煞啦。伊今仔离开你，带你切心，完全是了结，你家己走进来。对啦。对付恁这种无情无义的佚佗啊吼，阮丽雪啊离开你啊是做100%的正确。安怎？你唔惊死哦？歹势啦，歹势啦，伊就较袂晓讲话吼，你莫黑白讲啊。好，恁若要去，我互恁去。若要对你身躯讨，迄就毋是这个计数咯。
那呢？你是要我的命是不是？无咯，我袂杀你，杀人是犯法的呢。我要你家己，甲家己两只骹给剁起来。好，会当叫你出来，我断你骹筋，搁算啥？多谢你。我讲放一条生路，明明是这项代志全来放倒好去。不是该安怎？用钱解决啊！要偌济钱300万，200万是礼雪欠我的，100万是买你头死的两支脚。不过我一时间，要让我单单找你300万啦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摕钱来换恁囝。饮水的爱，饮水的爱。拜托你哦，多谢多谢。阿嫂，你今日要卖车哦？是啊，甲钱轻轻的啦，甲小小求回来吼，安尼较要紧啦。水秀啊，哎，你看吼，这金啊，这金啊，这有几啊条链啊，摕去卖，看会当算偌济就算偌济。还佫有这厝价吼，摕去银行个贷款，看当偌济算偌济，轻轻的。假使我若无够吼，规间这间厝，甲卖掉。啊，这是祖厝呢，上好卖卖啦。但是要到安尼，无卖嘛袂用的。只要一人会当平安倒转来，甲所有团圆，莫讲卖厝啦，都是爱我一条老命，我嘛甘愿啦。妈，阿母、阿嫂，是的啦，我真正遐唔知道理，态度阁遐尼歹，恁拢无扣分我，
佮对我这么好。丽雪啦，咱同一家人吼，你讲这是咧创啥啦？咱若拄着困难，一定要共心解决。安尼以后，无论什么痛苦、什么困难，咱一定有法度度过啦。阿母、阿嫂，自从我离恁转家嘛，就为你带来真济麻烦，害恁烦恼、生气。我对不起你，请恁原谅我。丽雪啦，有这个心就好啦，起来起来。你起来啦！阿母，你互我甲心内的话讲完，我的良心才会好过。老实讲，真若对我真好，我嘛一直想要做一个好心。自我囡仔无去了，我真惊恁袂阁疼惜我，所以我的心情变啊真无稳定，心地嘛变歹，规个人嘛有一点仔失常。为着这，甲厝内造成真侪困扰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在这甲你磕头会死的。起来啦，起来啦，丽雪，有话起来讲，起来。丽雪，阿母别搁再怪你。多谢阿母。我甲你对阿姐的关系，你变得真正，互阿母真甘心。阿母绝对袂互别人卡说恁两个阿母，无论怎样一定要救阿姐倒转来。春天百花满满树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时。